玩一个游戏，就是考验我的听力。大家应该知道我是有绝对音感的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听到声音就能够分辨它是什么音高。今天想要来玩一个游戏，就是如果 iPhone 的铃声我听到了之后，能不能把它直接从钢琴上面弹出来？好的，我看了一下 iPhone 的内建的铃声，它这么多年，反正就是那几个，它的铃声一共有29种。然后29种之外，还有一种叫经典铃声，经典铃声一共有25种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挑战一下，我能不能够真的把它还原度100%呢？然后我会给自己一个评分。现在就来开始，第一个是倒影，也就是它的预设值，所以应该是很多人都会用这一个铃声。我们来听，哇哇哇哇哇哦！啊，很大概，没有很厉害，怎么办？好啦，还原度40%，上升。还原度有比刚刚高，我觉得应该有55%。好，下一个山坡。它是电脑，它比较快。没办法，再快一点。哦！等一下，我的手好忙。还原度75%。太高了。对，这个音高没错，这个比较简单。还原度80%，哦，好厉害哦！还原度70%，水晶哎，下一个宇宙。太简单了。还原度85%。我们先听第一个和弦是什么，然后把它压出来。哆发拉哆，哆咪嗦哆，瑞发拉哆，西发西哆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我可以写起来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会发现我不是听不出来，我是记性太烂。I got it。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我的谱写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没写什么，就是赶快把和弦记起来。好的，下一个那个波浪完成度大概75%。再来下一个信号，简单，还原度90%。极板，下一个，还有7拍，一直弹奏音。再一次看我的手，快速的反复动作，来调一个角度哈，给你看一下哈。4只手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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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下一个指标，它渐弱。我跟你讲，机器人做的渐弱真的很明显哎。我
发现我只有用脸在做渐弱，我的音好像没有什么渐弱。OK，forget about。好了，下一个海边，海边感觉应该是一个很舒服的音乐，我们来听听看。轻松的，很 chill 的。而且弹的时候脸要很慵懒，才会那个态度。谁会想用这个铃声呢？听起来就很不想接电话，你不觉得太慵懒了？好，下一个闪烁。OK， 简单。很像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保证我的音都没有弹错，只不过是它的音色呢是用那种铁琴的感觉，所以这个钢琴稍微不太像我，所以我就踩了很多踏板。下一个顶尖，差不多65%。